我哋最接近嘅時候，我同佢之間嘅距離只有0.01公分。57個鐘之後，我就要飛去日本啦。原本我以為我同佢之間嘅信號會好似罐頭咁樣，永遠唔會過期。阿五啊，你做咩喺度玩呢嚿木啊？阿咪唔係同你去咗日本咩？佢話唔想去啊。佢話上機前好趕，落機又要揾路，好麻煩啊。佢話如果有一樣嘢可以上機前攞到，落機又可以即刻還，佢就跟我去。後生仔邊有咁多如果啊？你去機場 A02櫃桶咪得咯。經理，你唔明㗎啦，呢個24個鐘嘅等待嘅。係啊，24小時服務櫃位，阿母我 book 咗啦。呢個咩嚟㗎？爽 WiFi 咯！香港機場24小時人喺度等你，上機前拎得，落機即刻還得，唔使煩唔使等啊！哇，咁瀟灑！如果機係個罐頭，我希望係無限數據。癲小神啦，公司冇咁多 budget 㗎。知道啦，平靚正啊嘛。爽 WiFi 隨時隨地即取即還，愛情可能會過期，但我哋嘅服務唔會。